利时议会从5月18日起就东突厥散的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命运进行为期2天的议会辩论和听证会，并将就议员提出的4个提案决议是否宣告中国对维吾尔人实行的是种族灭绝行为。目前已经逃到荷兰的凯里比努尔·西迪克女士在东突厥散长大并成为小学老师。她在陈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虐待、强奸、强迫劳动、屈辱、绝育、失踪，中国官员强迫维吾尔人适应中国的模式等，证明了中国在东突厥散实行的同化政策、极权主义和种族灭绝。欧洲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协调员斯托普谴责了中国在东突厥散实行的种族灭绝。他呼吁比利时会议厅在加拿大、荷兰和英国议会之后宣告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实行的是种族灭绝。比利时自由大学中文教授范尼莎警告议员，必须防止中国要让维吾尔人在2到3代之间消失。他指出，中国正在进行对一个民族的计划破坏。近年来，已经有近300万人曾进过集中营。比利时议会就中国维吾尔人议题进行的这场辩论会，本来应该在5月4日举行，但是当天黑客攻击比利时政府网络连线，导致200多个政府与学术单位网络运作中断。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昨天呼吁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他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由于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只有运动员才能参加在中国举行的冬奥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应避免出席。佩洛西维持外国领导人的参与，以使中国政权的工作合法化。佩洛西说，将在2月份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的国家元首将不再具有道德权威来谴责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回革或改变明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点方面大为团结。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说，大公司想赚很多钱，主办国多么残酷，甚至犯下种族灭绝好像没有关系。来自马赛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格文在会上表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中国在其境内各地犯下的种种侵犯人权行为是明确事实，是现实。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后举行的决定是在赛前4个月宣布的。如果我们可以因为大流行病而延后1年举行奥运会，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因为种族灭绝而延后奥运会1年，这将给国际奥委会时间来更改举办国，麦格文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在北京以视讯方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见证双方的台湾核电站与徐大宝核电站开工仪式，这是双方的一项核能合作项目。据报道，台湾核电站7号、8号机组和徐大宝核电站3号、4号机组是2018年6月双方领导人见证签署的双方核能领域一揽合作协议中的重要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76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68万吨。美国拜登政府与俄罗斯派出的外交高官周三开始首次面对面会谈。他们强调，虽然两国在如何看待全球事务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对会谈表达乐观看法，称双方仍可以找到合作的途径。据俄罗斯国家媒体报道，拉夫罗夫表示，本次会谈具有建设性，两位外交官将为拜登与普京可能进行的会晤准备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他表示，我们存在分歧，这不是秘密。华盛顿将对俄罗斯的激进行动做出回应，但他也表示，如果两国领导人展开合作，世界将更加安全。
美国太空军第5枚太空红外线系统地球同步轨道飞弹防御预警卫星于18日正式于非洲的卡纳维尔角空军基地升空。该卫星能全天候追踪全球陆基导弹飞弹发射。报道指出，飞弹预警卫星部署在距地球表面3.5万公里远的地球同步轨道和远椭圆轨道，能有效协助陆基弹道飞弹的预警，提供弹道防御系统追踪目标，还能捕捉地球部分战区的红外线影像。报道也说，美国太空军已部署4枚地球同步轨道和2名高椭圆轨道卫星，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盼能使用新时代 LM2100 系列模组化载台技术打造飞弹预警卫星，取代2011年发射的 GEO-1。